自我介紹先啊，我係馬慧林律師。咁啊，今日都好榮幸咧嚟到呢一度咧，幫一對新人咧主持佢哋嘅結婚註冊儀式。好歡迎咧在場咁多位咧今日嚟臨到佢哋婚禮啦，亦都好多謝新人咧俾咗個咁好嘅機會我哋咧同佢哋分享佢哋今日咁開心嘅日子啦。亦都俾咗個咁好嘅機會我哋咧，大家一同坐咗喺呢度，見證住佢哋即將要進行嘅結婚註冊儀式。咁剛才咧，我哋就話見到我哋新人咧進場嚟到台前啦。咁啊，兩邊咧就當然唔少得大家嘅祝福啦，同埋拍掌聲啦嚇。咁而家一個新人咧就坐咗喺你哋面前啦，因為咧即將要進行嘅咧就係佢哋嘅結婚註冊儀式。咁我相信呢個新人咧而家嘅心情咧而家都幾緊張下嘅，因為咧點解咧？即將咧就會有位娘太要誕生啦。咁啊，一個新人嘅心情就係咁啦。咁啊，在場咁多位親戚朋友咧，大家應該都嚟咗好耐。咁啊，大家應該都好心急，亦都好期待娘太嘅誕生嘅係嘛？好啦，所有人準備好晒啦。咁啊，一對新人準備好嘅啦 ，Andrew 同埋 Flora 準備好嘅。Flora 咧，準備好。喺兩位結為夫婦之前，本人喺職責上要提醒你哋，根據婚姻條例締結嘅婚姻係莊嚴而具有約束力嘅。喺法律上係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因此 ，Andrew 同埋 Flora， 你哋今日嘅婚禮雖然係冇世俗或者係宗教儀式，但係你哋喺本人同埋現時在場嘅親朋戚友面前，當眾表示與對方為配偶，並為此簽名為證之後，就會成為合法夫妻啦。你兩位明白咁啊？Andrew， 你起身可以答我先啦，明白係咪？明白。明白。咁阿 Flora 咧？明白。Flora 都明白。好，咁 Andrew， 我有條好嚴肅嘅問題先問你先嚇。Andrew， 你是否願意娶 Flora 作為你嘅妻子，並以 Flora 作為你嘅終身伴侶？我願意。我哋俾啲掌聲下 Andrew 啊！好啦 ，Andrew 咧就答咗我啦。隨後我都要問今日嘅新娘子啦。雖然佢記得喺呢度，我哋大家都估到佢嘅答案係啲咩啦。隨後都問我哋啦，Flora，你是否願意嫁 Andrew 作為你嘅丈夫，並以 Andrew 作為你嘅終身伴侶？我哋都俾啲掌聲啊 ，Flora。好啦，咁我呢對新人咧就講咗我願意啦，又明白頭先所講嘅一段誓詞，咁啊輪到你哋兩位啦喎。台面上咧有個好簡單嘅誓詞，咁我先請 Andrew 啦，可以拎起個誓詞，側得地身向住新娘子啊，向住 Flora 啊，咁我想請 Andrew 啦，喺咁多人見證之下咧，將個誓詞大聲朗讀一次出嚟啦。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梁家豪願以你徐彭燕為我合法妻子。唔該晒，唔該晒 Andrew。好，跟住落嚟Flora，亦都請Flora啦，喺咁多人見證之下咧，亦都將個誓詞大聲朗讀一次出嚟。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徐彭燕願以你梁家豪為我合法丈夫。好，唔該晒。將隻戒指放喺Flora手中。而家我哋見到隻戒指。好啦，跟住我哋攝影鏡頭啊，我哋前面嗰個攝影鏡頭。望埋隻戒指戴埋，望住個戒指。將隻戒指咧，亦都放喺 Andrew 手中啦。而家我哋見到隻戒指，望住個戒指戴埋落去。係啊，望我。預備，唔該晒。想請 Andrew 啦，慢慢將Flora 嘅頭紗咧一路捲反咗落後邊先，咁我哋先至見到新娘子嘅樣㗎嘛，係咪？好，反晒落後邊，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冇反對嘅話咧，我想請大家幫手做一樣嘢，大家一路拍住手掌數10下，好唔好啊？點解數10下咧？其實得個特別嘅意義嘅，我哋都希望我哋新人咧婚姻長長久久10全十美，我哋攞個意頭，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就開始嘅咯喎，我數3聲之後，大家開始數1嚇，由1數到10，咁啊 Andrew 咧就預備咯喎嚇，咁啊吸啖氣，係咁錫住啊Flora嚇，錫到你拍完嗰10下為止嚇，開始咯喎，大家幫手啊，1、2、3，1、2、6、7、8、8個半。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
循例問下你嘅啫嚇。唔會。咁就好啦。咁啊 Flora 咧？唔會嘅，唔會嘅咋？唔會嘅，唔會啦，唔會嘅，唔會就好啦。咁我哋兩位主角唔會後輩就好啦。咁我想請一對新人啦，Andrew 先啦嚇，喺個分書上面咧簽字作手。後輩咁似啊！望望老婆先知。揸住支筆影緊相，望埋啲。咁我哋首先咧就請 Andrew 嘅爸爸先，我哋今日嘅新老爺，亦都請你個分書上面咧幫我哋啲新人組叫做簽名。現在咧，我就正式向住大家宣布禮成啦。咁由呢一刻開始咧，Andrew 同埋 Flora 咧就成為合法夫妻啦。咁我作為你哋嘅坊間嘅人咧，都盼望你哋咧能夠將你哋頭先所講嘅一段誓詞，雖然咧就係最短嘅一句，咁但係裡面嘅意義咧都別到深遠嘅。咁我希望你哋兩個咧日後咧共同 work out 出嚟啦。多啲愛護對方啦，亦都多啲包容對方。咁從今日開始咧，共同建立一個幸福美滿嘅新家庭。咁我喺度咧，亦都衷心祝福你哋兩位白頭到老，永結到生，多謝大家。多謝梁太。老爺奶奶企前啲，老爺企前啲，係啦。預備，好預備。兩位爹哋伸隻手出嚟，握手，恭喜下對方揾到老襯啦。係啊，好，唔該晒。下次啦，望住大哥啦。好唔該。好咁樣，婚姻好似細水長流一樣。翹手飲翻自己個杯啊！翹手啊！葉同心，葉都。我嘅爸爸媽媽就徐栢燕嘅爸爸媽媽，就各位長輩、各位工作上嘅上司、各位工作上嘅同事、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就首先我同 Flora 咧都好感謝大家咧願意喺百忙之中咧抽空嚟到我哋呢個婚禮。咁大家知今時今日香港咧競爭激烈，揾食艱難，係咪？咁啊，公餘嚟講，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多姿多彩嘅社會。咁大家咧都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所以我覺得無論係乜嘢工作，或者係乜嘢年紀嘅人都好，時間對你嚟講咧係好寶貴。咁好多謝你哋願意喺你百忙之中抽空嚟到呢個對於我哋嚟講一個重要嘅時刻。咁以下嘅時間咧，我想先請徐栢燕講幾句説話。簡單嘅我都唔中意做一啲人。咁我好多謝我爸爸媽媽先啦，即係佢哋做我長大，多謝。咁亦都好多謝梁家豪嘅爸爸媽媽，將佢養到咁大，都令到我認識到佢啦。咁今日咧，其實我同佢結到婚咧，我覺得好幸福嘅。咁我希望呢個幸福嘅感覺咧，可以繼續落去。雖然我哋成日都有啲拗撬啦，或者有人覺得我講嘢都去粗聲粗氣唔好，咁可能我唔夠温柔啦。咁我可能做咗佢太太之後咧，咁我盡量都温柔啲咁對佢啦。咁亦都希望佢生到仔仔女女咁樣啦。
咁可以完成我嘅人生咧，都可以完成佢嘅人生。咁大家都要孝順父母啦，咁好好生活落去。咁其實好多謝咁多朋友啊、同事啊嚟飲我哋呢一餐，尤其是今日真係好多謝啲兄弟姊妹啦。其實咧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啲名單嘅，咁好多謝佢哋真係好幫，咁我就好多謝大家，都好多謝大家賞面嘅，即係飲我哋良隨嘅風咯，好多謝你哋。咁今晚賞面飲多杯，食飽啲，開開心心，大家最緊要開開心心，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就夠啦。多謝大家。大家喺陽家，佢應該都點嘅？咁嗱，我知大家肚餓㗎啦。咁其實咧就大家好想睇食嘅，咁我盡量講快啲啊。咁嗱，其實咧我覺得可能自古以嚟啊，人類要搞個即係結婚嘅時候，即係要搞個婚禮咧，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咩原因？咁我諗即係今次搞個婚禮要安排好多嘢啦。咁啊，即係得閒又唔得閒啦嚇，坐喺度諗嚟諗去咁樣。咁我諗人類自古以嚟咧搞個婚禮咧，有兩個好重要嘅原因。咁第一當然就係我哋大家一齊喺呢度聚首一堂食餐飯，好高興啦，係咪？咁第二咧，我覺得深層次啲嘅，其實就係我諗係俾一對新人咧，去多謝一下咧，佢哋即係一路以嚟咧好多身邊唔同嘅人，因為事實上我諗一對新人要去到一個結婚嘅階段咧，事實上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係出咗嚟或者幫咗手，佢哋先行到呢一步。咁我哋兩位喺呢度都好想多謝，就係話除咗我哋父母啦、我哋長輩之外咧，我哋想多謝我哋工作上嘅上司同埋同事嘅包容同埋鼓勵啦。我哋想多謝我哋其他嘅師長同埋友好佢哋嘅協助啦、佢哋嘅教導啦、佢哋嘅指引啦咁樣。咁嗱，以後我想講一個故事。嗱，我盡量講快啲真係。嗱，咁呢個故事要講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唔係好耐嘅啫，由1929年講起。大家未肚餓我。嗱，1929年發生咩事咧？當然我同徐栢燕都未出世。香港島當時亦都仲係英國嘅殖民地。咁當時候咧，行政權力最高嘅咧，唔係行政長官，係當時嘅港督。1929年嘅時候咧，當時嘅港督係金文泰爵士。金文泰爵士咧，在位期間，咁咧佢有呢啲左右手咧幫佢做嘢啦，當然係咪？咁當時嘅副政司咧。即係相當於大概今日政務司司長咁上下個位啦嚇。當時嘅副政司咧係修頓爵士。咁我哋而家對修頓爵士其實唔陌生，因為灣仔嗰個修頓球場咧係以佢命名嘅。咁1929年發生咩事咧？嗱，你開始覺得我離題啦。但係其實咧，我要講呢個故事咧，同我哋兩位要多謝嘅人咧係好有關係。1929年嘅時候咧，修頓寫咗封信俾當時另外一位已經離任咗嘅前殖民地嗰個官員洛克爵士。佢話俾佢聽，灣仔我哋而家填緊海，有一條路咧新路會落成，叫做洛克道。咁除咗喺呢封信裏邊談及呢樣嘢之外咧，亦都夾咗一啲咧香港嘅地圖。咁除咗灣仔嘅地圖之外咧，亦都有一張香港筲箕灣嘅地圖。咁而呢幅筲箕灣嘅地圖上邊咧，有兩個地標，到而家依然存在。而呢兩個地標可以話就係我同埋徐栢燕咧，係以佢為一個半小時嘅生活圈而成長。呢兩個地標咧，第一寫住 temple， 第二就寫住 market。咁英文意思即係大概係廟宇同埋呢一個街市咁上下啦，係嘛？咁其實呢個廟宇咧，就係而家都仲喺度嘅，就係筲箕灣電車總站嘅筲箕灣城隍廟。咁而街市喺佢隔離嘅啫，就係筲箕灣街市嘅市政大樓，即係咁多年都仲係一個市場嚟。嗱，其實細個時候徐栢燕就喺城隍廟後邊嘅明華大廈嗰度長大，我就喺明華大廈行過咗柴灣路對面嘅慈幼學校嗰度讀書。我阿媽咧設計得好好㗎，讀完小學咧就直升中學，咁樣一條龍可以入大學㗎啦，唔使好似而家打咁多嘢，好方便㗎。咁好啦，咁我咧細個嘅時候咧就住喺東大街入邊咧嗰啲船廠側邊嘅大廈，而家冇咗㗎啦。就話説咧，筲箕灣喺度演變嘅時候咧，呢啲船廠被拆卸啦，成為新型嘅大型公屋村。咁徐栢燕咧又搬咗去嗰度住喎。咁我咧又搬咗離開咗啦，又去咗柏架山，即係慈幼斜對面啦嚇，嗰個大型嘅公屋村嗰度住，即係耀東村啊嗰扎啦。咁但係其實耀東村建成之前係有10幾條嘅村落啊，可以話係而家在座不少嘅長輩佢哋成長同埋有呢個集體回憶嘅地方。
譬如話呢啲村落而家冇咗喺地圖上面嘅名字已經消失咗，比如話鑑民村、富斗屈村、奧貝龍村、聖十字徑村、愛秩咀灣村呢啲。嗱，歲月無情，其實喺物換星移之中，無論係由洛克爵士、修頓爵士、金文柏爵士，去到筲箕灣區嘅演變，一下子再縮窄，去到我同徐文燕話，而家要去建立自己嘅家庭，其實都係一個人類成全嘅故事。而喺呢個人類成全故事嘅背後，我同埋徐文燕都最想多謝嘅係我哋爸爸媽媽。我哋爸爸媽媽喺香港經濟起飛嘅70-80年代，投身咗喺社會上面形形色色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建造業、有飲食業、有服務行業、有工廠女工。佢哋嘅教育水平當然比而家嘅人低，但係佢哋希望憑住你一雙手，可以為佢哋下一代建立一個更加好嘅成長環境。佢哋希望佢哋下一代成長之後，可以喺社會上邊有向上流動嘅機會。其實人類嘅生命喺呢個宇宙裏邊好短暫。科學家話：我哋嘅宇宙有137億年嘅歷史。至於而家我話大家身處緊嘅呢個星球啊，即係所謂嘅地球啦，有46億年嘅歷史。咁我哋人類呢個族群本身有幾耐？大家知唔知？考科學家話有10幾20萬年嘅歷史，但係每一個人只係得大概100幾十年嘅光景。所以當諗到呢度，即係從呢個尺度同埋呢個比例嚟睇，即係我特別覺得我哋呢班人而家可以存在喺呢一度，大家一齊食餐飯，其實已經好難能可貴，即係上天保佑菩薩俾福嗰種啦。咁有次學家講過，我哋嘅宇宙雖然係浩瀚，我哋係渺小，但可能宇宙都因為有我哋人類去觀察佢啊，去談論佢啊，去講佢點樣靚，去影相咁樣，咁宇宙先變得實在。咁我諗我同徐鵬燕都會覺得，就好似今晚嘅晚宴，我哋亦都因為有你哋各位光臨，先至變得有意義。咁最後，我想多謝我哋今日嘅兄弟姊妹們，佢哋表現出極高嘅機動性。咁佢哋都喺我哋嘅成長當中嘅好早期已經出現。咁我哋都會喺對方嘅故事之中。咁希望我哋大家繼續寫一個故事，直到永遠永遠。多謝你哋。舉起酒杯，同一對新人影一張大合照。寵你沒原因，一直陪你走人生，彼此相愛永相親，幸福快樂過人生，過人生。